各位乡亲平安，欢迎收看今仔日2月16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，我是丹妮。今仔日是咱人29暝，先甲大家讲新春恭喜，万事顺心。再来，咱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。今仔日是29暝，因为方便到位，透早较清冷，按算会寒甲初三才会回温。围炉有的人是家己煮，透早菜市啊人就炒，有的是订桌，真侪业者是无用试。今仔日是围炉暝，咱先赶紧来关心天气。因为东北季风到位，透早北部是加正清冷，有的所在会落沙雨，按算会寒甲拜三，会寒甲初三，各地才会回温。也若交通的方面，高速公路早起是拢还算好走。透早北部天气明显转凉，民众到公园散步也都爱穿厚的外套。2月16围炉日，东北季风渐渐落南，北部甲东北部天气首先为这云转乌阴，温度也降。后面未来这2天是东北季风影响到的这个期较，所以在北台湾一整天的温度都是比较偏低的，一整天的温度高温大概是在16到18度附近，那低温的话大概是在16度上下。为围炉日开始，东北季风影响北部、东北部地区，可能出现短暂落雨，尤其基隆北海岸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。接落来初一水气可能会阁增加，中南部山区也可能出现零散落雨，一直到初2水气减少，天气慢慢回稳。同时初3东北季风减弱，各地也回温。另外，国道路况部分到16早起9点，国道专线交通量达到1700万车公里，高公桥有高，规日交通量会达到9200万车公里，大约等于是一年平日的交通量。那全国道路况大约拢正常。上午10点之后也会有零星的返乡的车流出现，那也请大家特别的留意。高公桥提醒，国义南向杨梅到新竹。中华系统到保健系统，国三南向土城到关西，快关到雾峰，各个南向南港系统到头城顶，拢是重点塞车的路段，用路人会当避开尖峰时段，避免塞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今年围炉，大家按算要食啥咧？有的人厝内款拜拜，家己煮，透早菜市啊人就炒，嘛有人是订桌，真侪业者半暝啊都咧赶工课，都是为着要下符合民众早顿围炉。几摆办桌得用的大煮鼎烧气一直冲出来，当在空气刺激。另外一边代表年年春的良好番鱼，一般放入去人床内面，准备要吹。对29暝前一暗时10点外开始，各用福鼎金宝安宫头前30个人分工合作，代表民众煮饭的29暝围炉倒菜。热食的部分都会成长1至2成左右，总共有3个点取餐地点，加起来应该在2000份左右。对半暝一直无用到透早，主打传统的古早味菜色，包括有鱼翅肠啊，含油饭等等。虽然继续受到食材起价影响，一寡已经调起啊，但因为这方便，订单是比去年增加1成到2成。屏东的传统市场同款是闹热滚滚，民众买回来增加过年的喜气，店家包装的手是无停过。过年啊，除夕啊，这摆无买下晡要炒爷，我们从小年夜就没休息了。青菜、猪肉、海产档拢出现一大堆排队买的人，尤其过年加上菜色的长年菜，还有好彩头的白菜头，这拢是民众采买的重点。好彩头是很多人买，新年快乐，买生意最好，卖的第1名。这一块是那个他们是常年菜啊，过年吃火锅的青菜。围炉火锅嘛是真侪家庭一定会准备的年菜，把握29暝进前上尾采买的机会，准备暗时要澎湃围炉，互规家伙啊拢欢喜过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别人到年节啊，尤其是过年时啊，对一个人大的独居时代，也搁有弱势族群来讲，难免拢会感觉较孤单。即马新竹华山基金会因特别安排，互独居老人做伙来包水饺、写春仔过年，互伊会当感受到过年人团圆的温暖。2片抓着，就一个手。大家为做伙包水饺，哪包哪开感，真心惜。过年时啊，对未少独居时代甲弱势团体来讲，更较需要关心甲陪伴。新竹华山基金会特别带时代来到社福机关，互时代甲囡仔做伙感受热闹的气氛。以前有包过一次，但是目前没有跟过长辈一起包饺子。然后今天有这个活动，我觉得很开心。大家来陪伴阮，
啊，搁有看到这囡仔足活泼的，足欢喜的。除了包水饺，现场阁安排写春联活动，真侪时代拢笑讲真久无写过春联啊。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活动，互家园的囡仔也会当付出，会晓同理心甲感恩。因为这样子，孩子也能够发现他们是不是只是在要，而是能够给的。这是我觉得，我希望能够借着这个活动里面，让老人跟小孩都能够和睦的相处，孩子跟长辈一起在现场包水饺，然后写春联，那之后就一起欢庆农历的新年啊，一起做围炉的活动这样。大家围炉做伙，食家己包的水饺，除了感受过节的气氛，也互独居的时代过年袂感觉孤单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继续咱要来关心这阵有关可能是诈骗的消息。伫咧南投有一个妈妈，因后生今年22岁，伫咧台中上班。去年11月初，差不多11月初6、初7的时阵，还阁有联络，不过了后都拢找无人啊。这个老母伫咧网络顶铺文找人，了后有一个查甫人甲伊联络，讲伊是缅甸园区的主管，都爱1万块的美金的赎金，才肯放人。即马这个后生也唔知生死，老母是真紧张，目前是已经报案，嘛甲外交部也阁有总统府申请，希望因后生会当赶紧平安倒转来。伫网络上打跨国救援信息，住伫南投的亲妈妈伫29围炉之日，犹原等未着后生转来。伊表示，去年11月，家伫台中工作的后生失联。到伊睡厝的所在也找袂着人，向台中市第4分局报案了后，经过调查监视器，才知后生亲像互人带去国外。原来招募者就是他的朋友，然后他就是转介绍，然后把我们家孩子贩卖出去的。听说他就是觉得工作很累，就是有人带他去换钱的，一警察有来问他，然后警察说他有人看到他拖行李箱。亲妈妈讲，后生失联了后，伫11月初6、初7有传信息向家人报平安，了后都无音信。也毋过，伊伫网络发文协寻了后，就接到自称缅甸园区主管的查甫人的联系。直接就开门见山讲说，那就是要讲到赔付金，它就是1.6万美金。那时候其实中间我有去斡旋，然后甚至于我有去谈条件，但是我们就是谈判破局。全案目前课证扩大收集相关事证，后续将持续配合检察官指挥全力侦办。双方谈判无成了后，目前生死查甫人唔知影生也是死。亲妈妈除了报警，也已经向外交部总统府申请，佮透过立委斗相共，也毋过一直拢无得到积极回应。伊表示理解跨国救援有难度，也毋过针对台湾境内有关协力者，检警应该爱有更较积极的作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诈骗的手路会使讲是百款，而且诈骗集团的头壳嘛动了真紧。即嘛真流行使用社群网站，嘛去互诈骗集团刊广告来骗人。去年就掠到这种骗人的广告有8万多条，其中 Meta 是占上济。不过警方即嘛发现讲，诈骗即嘛开始转向流量甲互动较侪平台 Threads 来诈骗，提醒乡亲都要较敏切咧，千万唔通去互骗大耳。点开社群软体资讯一手掌握，但伫看这物件时阵，爱设置诈骗伫内面。FB 比较久啊，所以诈骗手法也比较多。像 FB 还有什么购物的，所以呢，应该诈骗比较多吧。Facebook 比较多，比较年长的人，然后一些广告比较容易被骗，或者是卖东西。刑事局统计，去年通报网络广告平台业者累计超过8万个涉及诈骗的广告 ，Meta 是占79900外个 ，Google 嘛有1900外个。面对社群软体这么侪限制，警方分析讲，这诈骗集团的策略已经有转型啊，开始入侵高流量、高互动的新兴社群平台 Threads。常常是以时下最流行的，不管是演唱会的门票、周边，或是偶像的商品，或者是公仔、盲盒等等的，去吸引民众的浏览。但当民众实际汇款之后，
这些诈骗集团的账号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不管是红啊、手机啊，还是爱豆、乌演的小物，含演唱会门票这商品的买卖，叫阮提醒讲要注意是假买卖真早起，尤其若是讲到免钱送的，都要提高警觉。若是安尼，伫国内受骗财产相关的假投资诈骗，嘛结合 AI 技术，加有名人录的影片报名牌来骗人，即嘛是真歹发现迄是假。让一些城市去看它的一些产生的这个轨迹，还是可能会有一些破绽。但是以我们一般民众在看影片来讲，这个其实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。现在的技术会越来越配合的越来越好，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来讲，那几乎就是说会越来越逼真。影片是真歹分辨真的也是假的，专业学者建议讲，检视发布的粉砖的小号，判断来源敢会当相信。即马诈骗真侪，一个无注意无纠正，就有可能落入陷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看医疗科技公司泰普工会争议，即马要持续伫咧拖。进前组工会义工甲工会秘书长王英达，拢去互本国劳工加入个新工会四头路。因今仔日去劳动部外口抗议，劳动部是讲会依法来调查。外口后批评劳权已经死啊，新年是希望都是劳权爱有保障。医疗科技公司泰普的义工半年前组成工会争取劳权，因指控公司这个动员公司本国员工加入工会，转向控制工会，包括工会义工干部秘书长王英达遭到本国劳工加入新工会解雇。公司报复性的把我们所有的工会干部全部都解职，看到我们现在的干部呢流离失所，颠沛流离，四散在各地，没有宿舍可以回去。我们手上拿的是新北市劳工局发的证书，他们那个所谓的大会是在董事长跟一堆的主管坐镇之下所开的会。因也表示，劳工要加入工会，爱经过工会的理事会审核，通过了后，经过大会通过，才会当宣誓加做会员。所以批评新加入工会的本国劳工身份拢无效果，要求劳动部好好处理。已经进入那个不当劳动行为裁决委员会的那个调查程序，所以那一切都会依那个相关的规定来做调查跟处理。对此，劳动部再一次表示保障劳权的立场，强调不论是义工还是本国劳工，拢受到工会法保障，也强调专案会依法做调查。伫劳资争议期间，劳动部会依法冻结泰普公司的义工名件，将严审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继续咱来看2024年4月初3的大地震，花莲德鲁固国家公园是损断了真严重。虽然有继续伫咧修理，不过因为考虑安全，到今也未完全开放。不过当地观光产业也有民众的收入是受到真大影响。今仔日要带大家做伙来去天祥，关心地震了后的2年，德鲁固现处时的情形。也佫毋捌看的是，真侪人入去泰鲁阁国家公园渓谷了后的心情。大山同款伫遐，但是台北线中华公路真侪所在拢搁在抢修。到天祥商店街差不多拢关起来，和较早闹热的景象比起来差真侪。我觉得，如果我们不及时的，然后迅速的把它复原到以前的状况的话，真的对我们的观光旅宿，其实还有包括整个台湾的一个民生上面，都是有一个很大的损伤。0403大地震和泰鲁阁国家公园是受到有史以来上严重的摧残。泰管处关园了后，必须等修理了，而且评估安全了，才会当开放。山区内面有真侪人，因为无法度做生意，拢离开啊。但嘛有人选留落来，像天祥的经营酒店都强调，就算无什么观光客，嘛要伫山内和大家共存共生。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，我们彼此之间其实互相的互通。那比方我们旁边有个祥德寺，上面有个西宝农场、西宝国小，长期以来我们都是互相手牵手的。西宝国小是全台湾上悬的森林国小，地震了后，师生目前拢搁伫咧山脚受风向和空台照教室来上课。校长讲，大家拢就想要登去山顶。回到西宝来上课，其实我们是蛮有信心的，但因为县府考量学生上下学的安全，希望能够在这些复建的工程，特别是像明隧道这些工程，能够防护得更好的时候，再让学生回到学校来。
另外，为着服务山区的民众，天上邮局嘛停营业。台管处表示讲，管区目前开放的道路有太鲁阁大地步路、德卡伦步路、热水西平250公尺、热水文山东平450公尺。台北线中华公路目前是有高管，一天放行6摆，请民众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国际消息，咱来看，伊朗甲美国17会伫咧日内瓦举行第2轮的核子谈判。伊朗暗示能源、矿业，还有飞行机采购等等的议题，拢爱伫咧谈判的范围内。因为美国认为讲谈判无一定会成功，毋过会尽力，马上派第2航舰去中东，为谈判破局做预防性的准备。伊朗一名外交官19表示，伊朗当心求甲美国达成一项为双方带来经济利益的核协议，佮暗示能源采矿投资、甲飞行机采购等可能加做谈判内容的一部分。这场谈判会伫17日日内瓦举行，也是最近第2轮，以解决双方数十年来伊朗核计划的争议。美国官员表示，已经派遣第2个含人搭结群去中东，为谈判失败了后可能展开的军事行动做准备。I'm not going to talk about attacks on Iran or anything of that nature because the president's made clear he prefers diplomacy and an outcome of negotiated settlement. I mean, no one's ever been able to do a successful deal with Iran, but we're going to try. 伊朗把威胁若遭到美国攻击，会打击美国伫中东基地，也毋过15外交姿态明显转好。外交部经济外交司副司长甘巴里强调，美国也爱伫高回报、佮快速的经济领域获利，以确保持久性。甘巴里讲，伊认为2015年甲世界大国签署的核协议，并无保障美国的经济利益。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15表示，若美国达成协议，首要条件是所有的浓缩铀材料要运出伊朗。2015年伊朗核协议是伊朗、甲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中国、罗西亚等5大上阵地4国，甲德国参后边所签订的多边协议。迄当时伊朗同意大限制核活动，包括就浓缩铀浓度限制3.67%等几项的条件，来换国际社会对伊朗解除经济制裁，恢复因的石油出口甲金融交易。2018年，川普政府以这个协议，只会当暂时限制伊朗核活动，无法度永久阻止核发展等退出协议，佮恢复制裁。伊朗渐渐啊扩大核活动。伊朗副外长塔赫特拉凡奇15日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专访中表示，德黑兰愿意对高浓度浓缩铀库存做出让步，来换美国解除制裁。公司新闻吴伟廉编译。伫过年的时阵，大家拢会食一寡上等好格调的好食物，亲像食菜头好菜头，食甜甜万事如意。有一个画家甲过年的食食画甲哪像真的，互看了可能会巴肚枵的迄种。即卖伊开课，教大家以画图的技术甲美感，咱做伙来看卖。响应大吉大利的柑仔佛跳墙、红肉、糖醋排骨，这个过年的年菜，全部正做100活冷冷的水菜画。水菜画家贝塔表示，要画实物爱注意彩度袂当伤悬，才袂互多样失真。另外，亲像过年大家拜拜用的发粿，想要呈现出一空一空的感觉，就爱用大笔来画，也是用点的，将色滴慢慢塌起来。阁有一项糖醋排骨，透过伊的画笔呈现，互人看到巴肚拢枵起来啊！加一点点深色的变化，好让第一层底色渲染，层次再丰富一些。伫咧菜色的过程中，水分的控制，嘛关系到水菜是毋是画的成功。万一水伤济，会当用卫生纸甲挤出来水拭了干，再搁控制适地的动线。贝塔讲，大学毕业了，伊原本伫咧一间平面媒体设计公司上班，私底下伊搁特别教画室进修2-3档，画咧开始有人建议伊归去开班上课，才互伊变成水彩画家。即马上伊的课的人已经超过100多人。如果你今天画太干，我觉得反而会失去水彩的那个味道，所以你一定要勇敢的把水加进来，包含我们在做修改的时候，今天如果纸张是一个比较湿润的状态，你会比较好做修正。贝塔讲，伊上介意创作的就是食物类的主题，只是有的食物烧烫烫芳上刀，但家冷啊，色地都凹去啊。
想要传承画出食物的光影感，真正是一个大挑战。食物它如果被烹煮过，或者是它质地比较软的时候，会比较难做呈现。好像粥的光影就会比较难去表达。贝塔表示，未来会继续挑战中式的菜色，亲像鱼仔的料理也是糜，希望透过伊的画作，唔但互大家看到食物，感觉心情好，嘛唔望遮尔赞的台湾美食会当互更较侪人看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带观众朋友来看下半部各地天气。北部地区上低18度，上悬24度；中部地区上低19度，上悬27度；南部地区上低22度，上悬29度；东部地区上低22度，上悬26度。咱来看外岛地区，11度至23度。还有这3日的气象。今仔日是29暝，新年头旧年尾，祝大家新年平安顺遂。感谢大家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，我是丹妮，明仔载下晡3点，咱再会。